405，姓施405首。咱来团练今仔日的姓施。主上帝做的是，你会着我的心，早起时我要对你拜礼，我的祈祷，望你我要日日心灯，照亮你给我的引导，我心坚强，心坚强，我会记你的心灯，敬拜你，我要记你的心灯，敬拜你。你有支援台语堂吗？有，没有，你是回应。我想说这个已经很熟了。你是第2堂的回应师啊，非常非常。姓施第547首，求主带我甲你同行。你快站过来，想说已经很热闹了。求主带我甲你同行，跟随山你路途，有我你有热腾腾，一切了无艰难困难。635首，愿主旨意得成日地。愿主旨意得成日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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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愿主旨意得成日地。咱伫凡心要开始今仔日的敬拜。听说今天最低只有8度。11度而已。是。哦，我看气象是8到11还是12啊？不管天气多么冷，外口有遐尔啊寒，无啥物会当阻挡咱来敬拜咱的主。阿门。咱对咱的厝边隔壁讲，咱要靠主来得胜，我们要靠主得胜。邀请弟兄姐妹一同站立来敬拜。上帝说：“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在我以外并无别神。”是的，我们主已经战胜黑暗，这是耶稣的世代。阿门。看
是旨意的神，众生都预备朝见他。少年人看异象，老年人要做异梦，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。听到西安的号角响起，万国万民都要战斗。耶和华日子将到，光明将出去黑暗，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。我们要看到神的荣耀。这时代，我们用敬拜征战，我们用祷告改变世界。这时代，神要更新浇灌我们，这才是耶稣时代。看那犹大是旨意的神，众生都预备朝见他。少年人看异象，老年人要做异梦，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。听到西安的号角响起，万国万民都要战斗。耶和华日子将到，光明将出去黑暗，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。我们要看到神的荣耀。这时代，我们用敬拜征战，我们用祷告改变世界。这时代，神要更新浇灌我们，这才是耶稣时代。这时代，我们用敬拜征战，我们用祷告改变世界。这时代，神要更新浇灌我们，这才是耶稣时代。这时代，我们用敬拜征战，我们用祷告改变世界。这时代，神要更新浇灌我们，这才是耶稣时代。和散那，和散那，和散那归于至高神。和散那，和散那，和散那归于至高神。我们齐声赞美，因至神尊名，全群众都归主我神。和散那归于至高神。荣耀，荣耀，愿荣耀归万王之王。荣耀，荣耀，愿荣耀归万王之王。我们齐声赞美，因至神尊名，全地众人归主我神，愿荣耀归万王之王。我们齐声赞美，因至神尊名，全地众人归主我神，愿荣耀归万王之王。全地众人归主我神，愿荣耀归万王之王。感谢颂赞荣耀都归于我们的主，我们的主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神说：“我必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。”我们的神是做新事的神，旧事已过，在基督里，一切都要更新。有敬拜的声音发出，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，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，我们神要做新事，旧的事都已经过去，
督里一切都要更新，新的眼界，新的意象，新的故事，新的方向，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，我愿你来，天要张开，恩高倾倒下来，神国度的荣耀彰显，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，我愿你来，生命与你看见新的意象，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。有敬拜的声音发出，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，神的儿女要唱一首，我们先要做新事，旧的事都已经过去，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，新的眼界，新的意象，新的故事，新的方向，全地都要渴望张开，恩高倾倒下来，神国度的荣耀彰显，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，我愿你来，生命与你看见新的意象，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，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，我愿你来，天要张开，恩高倾倒下来，神国度的荣耀彰显，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，我愿你来，生命与你看见新的意象，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，生命与你看见新的意象，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。我们一起低头，咱三角压头的低头。主必听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，每一日、每一个早起，拢是新的。独主，你的疼永远袂变。主啊，你的话一点一画拢毋捌改变，总是你的话每日拢互阮新的亮光、新的看见，永远袂变的主啊！阮倚靠你，你就使阮快乐。阮谦卑向你来祈祷，你就使阮新的活命。主，你是掌权的主，是咧这个世代你悠远的掌权。求你施阮怜悯，阮心内忧伤的人，医治遐受病痛、困乏的人，拍破阮中间所有的不公不义。主啊，求你伫阮中间来掌权，愿你的国
临到，愿所有的百姓归于你。神的事的确要成，愿谦卑伫你的面前祈祷，感谢你伫阮身上所有的恩典。安尼祈祷感谢，拢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咱将一切荣光拢归于咱的主。哈利路亚。阿里西北，请坐。无你拍算，我来是要废无律法，还是先知？我来毋是要废无，是要应验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新年你要到啊！大家先甲恁拜一个早年。请大家起立，咱来用信息405首。主上帝，早起时你会听我的声。请吟全首。坐。小姐，咱做伙压头来祈祷。向阮的阿爸爸上帝，你是全能的神，荣耀的君王，我们敬拜阿罗你。主啊，你时时甲阮同在，做阮的照伴，做阮的瓦靠。听通阮赐予阮满满的平安福气，感谢主。主啊，求你顾守阮罗州教会，伫阮牧师、蔡牧师的带领之下，会当大家同心合西，用受教谦卑的心，注目伫神，伫传福音，会当献上你所赐阮的所有的才能。
同心来服侍主，也互阮做一个会当服侍别人的人。阮群做工确定阮的教会，主啊，阮要认真拍拼，互阮的团结合作，我靠主，互会当得到对天来的气力甲勇气。阮随时会当笑念着主你的恩典，会当传扬主的疼甲福音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感谢主，你也有赦免阮的罪，听阮到谢你的心来世间真做人类，赐互阮有搁较济的信心甲力量。阮即时也要祈祷，将阮教会兄弟姊妹有受颠簸的家庭不安，也是工作，也是学业，济济的颠簸，阮拢一切交托互主。主啊，阮知阮的艰难，毋免去惊赢，因为有主你的保守甲保护。感谢主。阮所有拢是你所想事，阮也献上阮所得到的，来将你的采用。旧年旧的已经要过去，感谢主，你规年通天赐予阮济济照顾甲保护。未来新的一年，阮搁较要倚靠主，好大进前来传播你的福音。求主你赐予阮有智慧。天条伫厝，有份伫福音，会当兴旺你的教会，互阮罗州教会成做一个传福音的教会。阮的礼拜将要开始，求你的圣神降临，借着牧师的讲道开启阮的心灵，求你圣灵充满阮，坚固阮的信心，互阮得到彼此相挺、安慰甲扶持。愿阮全意归向你，也互服侍兄弟哪服侍哪甘甜。愿你的大能运行伫阮当中，无所不在。感谢主，愿咱的诚心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。阿门。带着咱做伙来启应。今仔日的启应文是54篇，伫新诗的后壁面，第54篇，记载伫马太福音第5章的。现着我来启，兄弟做伙来应。心灵善良的人真有福气，忧伤的人真有福气。温柔的人真有福气，要喙焦羡慕上帝旨意实现的人真有福气，熬怜悯的人真有福气，心清气的人真有福气，促进和平的人真有福气。为着实践上帝旨意受迫害的人真有福气。接着是献诗，今仔日圣歌队要献的诗是，带咱大家来吟诗。
感谢圣歌队美丽歌声。接着，咱做伙来信仰告别，请大家起立来信仰告别，主读圣经，请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基督玛利亚出世，伫温州彼拉多院内受苦，经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，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，他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边。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同教会圣道的相通，做下礼，肉体可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接着，咱来共读圣经。今仔日所选的圣经记载伫马太福音第5章13节甲20节。现着我来读，兄弟就注心来听。第13节，恁是地上的盐，盐若失味，要用啥物互伊咸？后来无路用，不过迄伫外面，互人吞打拿领。恁是世间的光，城起伫山顶，袂话隐约，无人点灯下伫斗下，就是下伫灯台顶，就变做厝内的人。安尼，恁的光就照伫人的面前，互因看见恁的好所行，来归阳光，互恁伫天灵的爸。17节。无你拍算，我来是要废无律法，还是先知？我来毋是要废无，是要应验。因为我实在甲恁讲，就甲天地废无律法的一点一画，也袂决断袂废无，到拢总成。所以，你若毁坏这个改变至微细一条，煞安尼。教世人的，伫天国要称伊做至微细；独独伊若行煞教世人的，伫天国要称伊做大。因为我甲恁讲，即使恁的义无赢过经学士甲法利赛人的义，决断袂得入天国。以上。接着，咱的牧师今仔日要讲道的题目是袂当进入天国的是啥物？亲爱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主必听阮的爸上帝，阮感谢你，赐予阮兄弟姊妹伫上帝你的面前自责。主检采今仔日天气会寒冷，阮保持温暖的身躯，会当来到伫主你的圣殿参加敬拜。总是主，阮也为着身体欠安，也是无早出外的兄弟三体祈祷，因为主你保守因伫厝的对伫直播的收看。也会当安尼来敬拜上帝，主，阮献上阮的感谢，亲爱的天父，阮的人生拄着顺境逆境，阮就倚靠你，因为阮知你是福气的源头，你是创造大生的主宰。主，你也赐福伫阮，互阮今早起透过上帝你的话，得到阮生命的帮助，也对伫上帝你的话，互阮知影，做你的话一个显开。就发出真光，互戆人通达，也互阮对伫安尼，阮日常生活所行所做，会当得到帮助，也伫阮拄着困难、拄着挑战的时，主你真做阮的气力，互阮拄伫
耶稣所对阮讲，因为伫主内底凡事拢为，恳求上帝你引带固守阮，互阮信仰坚定，也伫信心的内底，阮做伙来学习，阮献上阮的感谢，祈祷靠主耶稣的名，阿免。今早起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“袂当入天国是甚物人？”毋知呢吼。到即马我还阁无遮尔确信讲，主啊，我是毋是会当入天国？你有安尼的确信无？毋知咱是毋是安尼确信？其实你若准你已经洗礼了，就是讲我已经属伫即个教会。一个信仰的大家庭，但是咱期待一项就是，你有对你的信仰有一个期待，就是将来伫世间的年日经过了后，你会去对，你会去对。进入天国，那是即种的讲法的。进入天国，那是即种，那亲像咱世间的日子经过了后，才会入天国。这个伫圣经内底安怎讲？所以咱今仔日要做伙来了解。我毋知影你最近有计划要出国无？新正年头吼，有个人无要踮厝的围炉，有个人想讲，啊无，逐人有逐人的计划啦吼，啊无，阮来去即个出国游览一下吼。出国游览拢会一项吼，就是讲，迄个过海关的时阵吼。我伫美国踮3、4天的即个过程中间，有的时阵伫台湾、伫美国，安尼两个国家来去吼。即个来去嘛袂使讲定定安尼，因为机票嘛真贵吼，真上重。总是即个每一届经过两个国家之间有即个海关安检吼，迄真紧张呢，迄真紧张呢。去到美国的海关特别。伫遐吼，因会开始咧调查讲，你除了遮申请的证件拢有备办以外，伊会看你的面，伊用英文甲你对答的时阵吼，伊想讲你是听无，还是你心内底有想别项吼？啊，特别伫迄个时阵，你若丢读一下，也是讲你讲的敢若意思是。伊所了解，想讲你有要移民，还是你有要伫其他的目的的时阵，伊就会甲边仔迄个伊的主人叫过来。啊，边仔迄个主人就讲：来，即个家庭还是即个先生吼，请你来边仔即间房间。安尼你接刷迄个，你若转机的接刷迄个机票吼，你就毋免想讲你要准时付飞机啊吼，像怎讲？因为伊就是要准备甲你遣返啊，吼，这是一个无好的结果。但是好的结果就是讲，伊调查了，好，你无问题，啊，互你入即个美国了后安那，你就赶，哎哟，我的班机伫咧倒一站的迄个航站吼，哇，赶，迄搁拖一卡行李吼，行李安尼奇怪，啊，哪会找无吼？你会烦恼袂？你会紧张袂？哦，我迄个时阵足烦恼、足紧张的。入要到伫因的国家，若是即个过海关的时阵，你会当想象一项，若是咱入上帝国，原来有即种的程序，得要安怎？入上帝国啊，嘛是安尼过海关，啊，行李搁拍开搁检查，啊，我证件毋知拢有传互交到无？会足紧张袂？我相信咱伫教会内底，袂讲安尼吼，入上帝国就会紧张。咱颠倒会讲啊，大家洗礼了，欢喜入上帝国，入到伫将来，咱去有一个目的，有一个目的地，真好。迄就是天顶啊，天堂吼。总是即款的表达的时阵，咱爱来了解，入上帝国到底咱会当安怎来敲吹？安怎来找到迄个？到底咱入去，迄是虾米款的一个处境，还是讲虾米款的条件，咱才会当入去？伫咧今日圣经节头拄啊，师会有甲咱刻印的时阵，你嘛有印啦吼。伊刻你有印，咧印这个是虾米？这是圣经咧讲八福啦吼。
八种的祝福。这八种的祝福，这个伫圣经内底，伫新约圣经，伫福音书内底叫做登山宝训。去这个耶稣爬上山，谁哪爱爬上山讲这篇？因为迄个时阵人足济围围伫耶稣的身躯边，耶稣爱爬悬，看会到哦好，安尼差不多到遮尔侪人，啊伊用话的声吼。无麦克风啦吼，用话的声吼，才会当全部的人拢听到。总是这个中间，咱要了解什么？伫八种的祝福内底，又讲起为着实行上帝的旨意受迫害，这是甲世间咱会当了解讲，上帝国甲世间所求的，其实是有冲突的咯。因为为着行上帝的旨意，颠倒世间。袂接受你，会拄着迫害。第二项讲灵性欠缺、丧乡的人，伫遐会当伫入上帝国，会当入上帝国。谁怎讲？因为灵性欠缺的人，才知影讲要追求迄个灵性的丰富，只有一个目的、一个目标，就是去到上帝国，才有法度伫上帝国灵性才会法度丰富。所以目标敢若一个。第三项就是上帝会当咱亲目睭看见上帝，这要互天父，咱天顶的阿爸爸要称作儿女。第三部分伫即个八福，伊安尼讲了后，接续今仔日的圣经节。圣经节内底一个开始就讲起两种日常生活拢看会到的物件。一种是盐，咱讲盐，即马拢一罐一罐吼，啊，迄个较贵的，讲是对倒一个山顶开采出来，迄个山顶的盐啦吼，山顶的这石的顶面这盐，总是即个盐本底的一个功能，是要煮食，是要煮了后，迄个水滚啊，煮了后，迄个。最有咸的味，安尼，互迄个本地迄个汤，也是你煮的迄个物件提味，迄个味会搁较好势。啊，以及咱爱想到讲，毋是干那食的方面，搁有用做防腐剂，就是迄个物件会当放较久。拢是食的圣经节帮助咱了解，伊讲后来无路用，不过下伫外面。互人吞大拿定，这个表示什么意思？是对伫迄个头拄仔我讲水滚啦吼，啊，甲迄个盐少、迄个盐规地甲下落，啊，煮了后试看卖啊，滋味袂伤咸，袂伤嘛无讲无味，安尼甲迄个盐摕起来。迄当时的时代家庭是安尼咧用的吼，下落啊，试看卖啊，迄个咸度有够啊，下出来。所以，毋是像咱即马一罐的吼，开挂啊，甲倒落，毋是安尼吼。总是即个咧煮即个盐的即个石头，煮到落尾，奇怪，哪会拢无味啊？迄家庭吼，特别咧煮食的妇人人讲，煮到哪会拢无味啊？安尼要安怎？啊，着无路用啊，啊，着下去外口啊，外口迄个每一家户户外口。迄若是有迄个石仔做的迄个道路吼，伊就下咧遐啊，真做讲安尼袂直接骹去抹着沙、抹着土，啊行伫石盘顶，安尼足方便的。吞大无一定是无好的事，总是伊有另外的路用，伊有另外路用，但是伊个淡煞无搁做盐的路用，这是表示讲盐伫遐。伊即个石，和即个石有无共款的价值，总是今仔日咱圣经节伊一个引申的意思吼，一个对伫即个原底的意思，佮拓开的一个意思，就是讲对伫耶稣军队耶稣的一个滋味啦。军队耶稣是啥物款的滋味咧？咱通想象。我毋知影你信主偌久，
你信主了后，你有咧想讲过去的生活甲即阵有啥物无共款无？过去我还未信主迄个时阵我的生活可能咱简单举一个例，就是今早起，你还未信主的时阵，你会当困晏晏对无？你会当今仔日有安排讲要去倒位佚佗，也是要安怎陪伴你的亲人？总是信主了后，这个安排完全改变啦。因为这个安排变成做讲，就爱早起爬起床，特别今仔日足冷的，足想要藏伫棉被内底，好烧。但是安怎想着讲清早的时要来敬拜上帝的是安怎？较紧爬起来，这是主日啊，这是主所设立安休日，所以咱遵照主的命令，自执伫上帝的面前。生活上、生命上，我想你会当体会到迄个差别。检采咱有第2代、第3代，咱也会当对初代教会的基督徒迄个信仰，咱来了解。其实迄个差别搁较大。迄个差别，通讲冰天覆地，迄个过程非常的差别，非常大咧。怎讲？因为初代基督徒检采伊喙信任，信赖信任，喙宣告我是属于耶稣基督，这毋是简单会当做基督徒那定，伊阁会拄着罗马帝国社会政府的迫害。因为罗马帝国干那一位神，就是罗马皇帝。佮拜其他的神明，这对伫罗马皇帝来讲是造反，是违背。所以初代基督徒因信主，毋是直接摕十字架出来，因可能用一寡暗号，互你知影讲我是基督徒，你敢是？你嘛是哦。所以迄个时阵有画一条鱼仔有无？咱车后壁嘛，拢会搭一个标志，讲一只鱼仔。迄个有诶鱼仔内底有写字，迄是后来加添入去诶。迄个鱼仔若是伫门倾诶所在有安尼刻诶时阵，你甲入去，迄号是基督徒。类似安尼，那亲像早前旧约时代，迄个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诶时阵，门倾抹羊羔诶血，对安尼知影。即号是受上帝眷顾，死实的神经过，就爱搬过这的由来。初代教会伫迄个时阵信主是遮尔大的差别，而且信主了后拄着迫害。若是你排斥耶稣迄种的滋味，军队耶稣的滋味，迄是会受到迫害。所以人是。想讲要甲你迄个味改掉，你莫信耶稣啊！迄个时阵拄着的即个困局搁较大。总是今仔日咱伫自由的社会，咱已经信主是一个自由的代志。咱讲宗教信仰，但是伫遮要向大家讲，基督教、基督信仰，检采咱来教会，咱做基督徒，毋是入伫宗教的内底。当你亲人朋友甲你讲，宗教拢是劝人做好，咱所信的是耶稣基督，伊毋是简单宗教那定。其实咱实在讲，宗教是一种伫魔鬼撒旦迄个用宗教这个名词，互你入到伫迄个受着迷惑的陷阱。劝人做好，他就需要宗教来劝咧。其实咱做好事，咱的目的是啥物？咱爱真足想。到达现今的社会，咱信耶稣基督，毋是干那要学耶稣要做好，干那安尼是无够，搁爱为着耶稣的名，勇敢行信仰的路。所以，这个咸的味，军队耶稣的味，你敢有轻调咧？若是轻调，有一个做法真实际。哥罗西书第4章第6节，咱用华语做伙来读：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，
好像用盐调和，就可知道该怎么样回答个人。好，到这用盐去调和，这个调味，伊讲调和，毋是干那调味那定，是佫有和这字。和这字是安怎讲？你喙啖着才会知影讲，哇，这个味有合我的口味，这个味有够我有合。但是这个味够我有合，其实军队耶稣的味甲你有合，耶稣从来毋捌做这个事。军队耶稣的味，咱爱对，咱对的时阵是改变咱家己，学亲像耶稣。所以原本的这个调和的这个字的意思，是互伊有趣味啦，互伊有趣味，而且会当造就人。恁的言语爱带着这种亲切，带着迄种好来好往，毋好有这个气噗噗，毋好有这个迄个言语得失人。你讲基督徒袂使得失人，好安尼我做笔记，无使我安尼知影，毋是安尼意思。是伫安怎咧讲的时阵，来鼓励、来肯定、来造就人。一句话讲了好，会当亲像什么？金的苹果落伫迄个银的网仔内底，哇，迄是足珍贵的。有时阵咱一句话会当祝福人，相时一句话也会当互人感觉安那好。伊安尼甲我讲，我煞有一个行动，迄个行动嘛变成负面的。咱鼓励咱兄弟，咱讲话的时阵，你小伫咧特别甲人甲人擂骂进前，你小动一下，小暂停一下。哦，这个时阵我安静，安静要创啊？安静想看觅啊！上帝，你互我讲即句话会造成什么款的结果？上帝，你互我对伫即句话要出来进前，我先小动一下，小祈祷一下，思考了后，咱会发觉讲即句话诚做鼓励、诚做肯定的时阵，变成做安怎讲？这是非常的要紧，因为咱定定，无论是伫社会上，甚至咱来到教会，咱是毋是日常生活就将即句来诚做咱的帮衬？常常带着亲切，常常好甲人应答，实际着人类的盐，咱会当安尼来做。第二项，伊讲你爱亲像光，光迄个山顶的城，迄个光是袂暗坎者，逐位拢看会到。山顶的城咧指倒位？耶路撒冷。诗篇安尼甲咱讲。正山安怎围围耶路撒冷，上帝也安怎围围固守伊的百姓，而且耶路撒冷成做一个山顶的城市，一定有山谷，总是山谷要起来到伫山顶。诗篇足侪诗歌咧写讲登山的歌啦吼，爬起行上行之歌吼。你去诗篇咧看的时阵，其实就是咧讲即个事。顶下伫斗下，无人安尼做的啦。拢下伫底，拢下伫灯台顶面啊。所以斗下的灯，其实是咧讲啥？迄个下的位置毋对啊，迄个功能无发挥出来。耶稣一句话要甲咱知影讲，迄个灯是要印证，要照出人心内底的黑暗，人心内底心思意念，若是有即种行了无合上帝心意。因为光甲温暖，人的心会当活转来离开黑暗。所以伫世间做盐做光，咸菜光会当互咱规个暗时的生活、暗时的时间，搁较好利用。总是咱的心内底也亲像光安尼会点倒，安尼会对伫心内底的黑暗会当离开。耶稣基督本身诚做光，所以咱要诚做光、做光做盐，其实要紧的一项是做光，咱就是效法基督。约翰福音3章19节，伊讲光来到世间，世间人因为家己的歹所行，
无爱光、爱黑暗，因受定罪的原因就伫遮。上帝赐伊独生的囝，约翰福音3章16节讲，赐伊独生的囝，互恁众人，互人，互人类是要做啥？要做拯救的工课，赏赐互世间，互世间既然信伊的人，未得到沉沦，通得到永远的活命。这个永远的活命在伫对，在伫人是毋是会当做这个正确的决定，离开伊过去的歹所行，行到光明中。因受定罪，是伫上帝面前叫定罪的时，就是因为因要求无法度脱离罪恶黑暗的交界。这咱的圣诗一首真清楚，甲咱讲脱离迄个罪恶黑暗的交界，煞接讲主我就你，阮来亲近耶稣。所以活伫迄个黑黑暗暗无明，也是迄个灰色地带的人，伊今日要对迄中间行出来，这有容易无？无容易，因为人拢安怎？人拢甘愿亲像浑水摸鱼吼，也是讲咱伫迄个无好的所行，咱有缺点，也是咱有互人指出无好势的所在，当然嘛爱伫迄个摸起来摸沙无着，也是讲毋知影到底这是毋是你毋对的，咱拢嘛爱伫遐。到伫光明中是一个挑战，到伫光明中是一个咱的生命要受到指责、要受到改正的挑战。你甘愿互主来修改你的生命无？你甘愿互主来用你来改变你无？无容易，确实无容易。但是求主帮助咱，耶稣亲身成做光。咱伫世间亲像一把灯，迄个灯是因光明入来，毋是灯本身咧发光。所以，诚做世间的光，咱有啥物实际的做法呢？基督徒有啥物无法度隐藏的影响力？你迄个稳重起来讲啊，我做基督徒做甲无介好势，谁做甲无介好势？因为你的影响力无发出，咱会当发出咱做基督徒的影响力。你讲我信主，毋是干那嘴讲讲的那定，咱爱照起工来行。你有祈祷无？你有三不五时啊，想到就祈祷无？拄着困境，主啊，我软弱，我只有我靠你，因为伫你凡事拢为。你有做见证无？毋是干那讲。啊！想当初是我洗礼迄个时阵，啊，歹势拢过正10冬去啊咧。啊是讲啊，当初是我洗礼，歹势迄昨日的代志，今仔日佫无共款啊。上帝保守咱是逐工会当对伫咱所面对着的事，拢正做见证。所以求主帮助咱的信仰爱活了真实，无做表面的功夫啦。表面功夫迄是做互人看的。咱是面对上帝，所以法利赛人经学教师因检采就是做这个代志，表面上的做互人看，讲我甲你讲哦，迄个圣经节也是律法的中间，因特别要义的这项，耶稣嘛安尼讲啊，讲一点一画拢袂当废无，因特别要义这项，因为咱知影迄个律法本底写做希伯来文的中间，希伯来字母就是安尼。你若是伫迄个字母的顶面加一画加一点，意思完全无共。迄个字的意思完全就走精去啊！迄个一点一撇，迄毋是走精，迄是走山哦。迄意思完全拢无相像啊！所以毋则讲即群人伫遐研究讨论律法，这是真要紧的事，因为无共款的人。加一点，加一画，迄拢会影响着遮个信徒因的了解。本地讲袂使食肉，啊，结果即个加一点，加一画，连菜拢会使食，这是滚耍笑啦。但是安怎？这相像是伫迄个所在律法造成的影响，所以因为即款的影响，经学教师、法利赛人特别要紧，因咧研究咧传讲律法。
是即个犹太人社会中间受敬重，也是真要紧的一群人。但是即群人拄着耶稣去面对着一个真大的冲突，因为耶稣所行所做，敢若袂输咧甲法利赛人经学教师咧做对敌。其实耶稣毋是即个意思。耶稣讲：我来毋是要废除迄点一撇一画，拢袂使废除。我来是要成全。所以耶稣来要成全的时阵，要爱做的，毋是点伫迄个一点一画一撇，毋是点伫迄个咧讨论，是要知影讲这实行出来、行出来，人会拄着什么困难。做世间的光，咱实际对的做法就是要行出来。毋是透过伫行为，你讲你咧祈祷，啊，啥物人知？检采你无出声祈祷的时阵，安那无人知啊？你敢若安尼目睭揢揢，人就是讲你咧拄久吼。但是实际对你是咧祈祷，祈祷是在你心内底啦。你的心内底有对上帝讲话无？有的时阵你开声替人祈祷，替人祝福；有的时阵你也会当恬静，目睭揢揢安尼咧祈祷。常常对你家己对上帝讲话的时阵，上帝听咱的祈祷。真正世间的光，检采是祈祷，检采是伫祈祷了后，咱所做的行动下伫主的旨意。所以真正的行动，真正伫世间的光，安怎来行，安怎来做，是带着迄个祈祷你所相信的来行动，毋是真冷淡伫边仔咧看讲，即个人哪会咧艰苦，迄个人哪会咧跋倒？毋是安尼，咱求主帮助咱，带着祈祷的信念来行动。第三项未讲到，先讲头拄仔讲的即个一点一撇，是一世人才会经学教师法利赛人因咧追求的，总是咱爱知影，这个门徒因是做啥？彼得是啥物？掠鱼的。佫有一个马太是啥物？抽象的。因的人生对耶稣了后，因要甲遮的经学教师、甲遮的法利赛人要比较呢？这叫做斜杠信仰的门徒啦。伊本地的头路就毋是遮的啊，伊本地的头路就对伫遮的律法，毋是真一世人咧研究的，伊是斜杠啊。伊即马改道路，伊即马对耶稣啊，但是。即阵安尼改道路对耶稣了后，耶稣甲因讲：恁的义若无会当搬过赢过，这经学教师法利赛人的义，这是真大的挑战的。因为因真一世人拢咧讨论上帝的律法，伫迄个言论、伫迄个字句的争辩中间得胜，所以因即个真自高，身份地位真悬，而且。逐人也真敬重，因为因是一世人投入的。这个斜杠的，这个门徒，总是因肯定一项，就是因对耶稣，因对耶稣了后，因会对伫安尼来入上帝国。所以咱伫教会共款，咱今日信主，毋是因为你什么时阵洗礼，毋是因为你伫人生的倒一个阶段来入到伫教会。咱入毋是入到一个宗教，是进入到伫信仰的内底，点伫耶稣基督的内面，毋是伫迄个时间长啊底来做比较，是真正你有互上帝称作义人，有伫你所称作上帝称你做义人，赢过经学教师、法利赛人，敢若伫字句、伫意义上咧争辩，你有赢过即款的称义无？毋是遵守律法来互上帝接纳你，是因为你有行出来。所以行这的律法成全才是要紧。一点一撇，迄个争辩的中间，真做生活的日常，这就是法利赛人甲经学教师。耶稣讲：这袂使啊，这毋好阁安尼啊。当耶稣要推翻这种的模式，伊就是咧透过伫。创世以前到伫迄个时阵，到伫未来，到伫咱即马，咱坐伫教会，咱所信的无过是伫遐咧甲你争辩讲，
一点一撇，迄个字毋好读毋着。即马咱圣经已经对希伯来文、对希腊文翻译，做咱看有中文，也是检彩有台语和日本。所以意思大家拢知影，只差讲咱知影上帝的话，你有行出来无？天父久长的救恩，要帮助咱，互咱律法毋是干那无要去抵触，爱遵守那点，毋是安尼那点，是你有惊上帝的听无？爱中护佑，因为上帝保守咱、帮助咱，所以咱也通安尼来听人。结论来讲，上帝要帮助咱的时阵，咱对这三项用严，亲像要安怎调和来造就人；第二项，祈祷的信仰来行动；第三项，因为上帝听咱，咱也听人，爱中护佑来成全。咱有去行遮的无？咱若无去行遮的，则是天国迄个门行袂入去。你我是倒一种的人？咱参加来祈祷，天父，阮的上帝，阮恳求你帮助阮，互阮对伫做你所束缚的话，会当成做阮的帮助，也互阮的人生通得到激励，阮的信仰得到充电，互阮勇敢来行。做伫即个新正年头，求主你互阮下一个新的愿望，就是阮决意对主你来行。阮献上阮的祈祷，恳求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免。感谢牧师美好信息。接着，咱做伙来用回应诗圣诗第547首，求主带我甲你同行，请起立来吟全首。请大家备办心来奉献，请即献的当工出来即献。
即请起立，咱来吟奉献的诗。请坐。接着，咱做伙来读金句。金句记载马太福音第5章第20节，伫咱的周报的下骹面，咱台语来读2遍，请。因为我甲恁讲，即使恁的义无赢过经学士甲法利赛人的义，决断袂得入天国。因为我甲恁讲，即使恁的义无赢过经学士甲法利赛人的义，决断袂得入天国。马太福音第5章20节。接着我来做介绍新的朋友甲报告，请问今仔日无新的朋友，好，请拍开周报，我来做报告。本会消息：第一，小会公告，2月22日，咱要联合礼拜是9点开始。主日礼拜后要召开2026年年度的定期会员好会，在即现有的陪参会员名单已经公告伫下骹面公布栏。若有遗漏的，请伫2月15号进前，用书面向咱的小会提出更正。敬请大家踊跃出席参加，来共同关心教会事工。第二，资料的校正请各单位的同工礼拜后前往咱的办公室，校正咱的会员手册资料爱校正今仔日杂志。第三，每礼拜三下暗8点，读经祈祷会，欢迎大家踊跃参加陪读圣经，守望教会，彼此代祷，得力帮助。本礼拜三是2月11日，主日是蔡淑华执事进度到创世纪第6章。第四，2月17号顶埔礼拜，要举行新春青社礼拜嘛是联合礼拜，敬邀兄弟合家做伙来教会做礼拜，向咱的上帝献上感恩，并且领受上帝的祝福。请大家以感恩的心，孝念上帝恩典。过去一年，感谢上帝的时刻来带领甲夫妻保守。为去年感恩，为今年备办奉献伫上帝这段前。教会有备办红包要送互咱前到教会前100位的兄弟祝大家恭喜。礼拜煞，请合家会当留步来摄影全家福的迄个相片来做留念是新春礼拜时。第五，教会要精送会友新春的春联礼拜煞伫1楼招待桌谈遐所处，送完为止你若有要加摕一寡送互亲情朋友，请适当的适量处处第六，礼拜后1楼联谊厅，咱的迄个碰衣区遐是要接待新人请大家同工协助引带新人就座，也请兄弟礼谅咱座位互新人。顶礼拜有来新朋友谭江文弟兄，今仔日有来无？陈平姊妹有来无？无。
好，嘛祝福因的脚步吼。好，来团契消息，同心团契吼，今仔日台语礼拜煞吼，伫教会1楼要举行例会，主理是夏春红长老，伊主题是你要经倒一道吼。第二主日学吼，今仔日华语礼拜煞伫2楼要教育馆吼，要召开儿童主日学当天的例会吼。2月15號後禮拜吼，咱拄好伫個29暝吼，兒童主日學要暫停一屆吼。下骹面具體相通，請大家佇你的靈修的時吼，對遮的項目吼，遮的姊妹兄弟姊妹會當提名代禱，感謝。以上。姊妹平安。哦，咱接续这2礼拜吼，就是要准备过年啊吼。拢是伫遮也含大家来继续鼓励吼，就是讲咱的祈祷会吼，咱会当来做伙来参与。天气有较寒冷，暗时啊出外较无方便的兄弟，这咱会当注意咱的身体。总是咱的祈祷会最近要义的一项，就是对今年开始，咱有开始咧看创世纪。创世纪其实这足要紧的，因为伫昨昏青少年团契咧甲咱分享罗马书第9章的时阵，足侪应用拢是对创世纪来，也通讲，咱若伫创世纪会了解有清楚的时阵，咱读后壁的圣经会足清晰的。后壁的圣经，你会愈理解吼，咱会愈知影圣经的真理咧讲啥物。所以一个开始是足要紧。就是创世纪即个开始的记载是足要紧，所以恳求上帝帮助咱，互咱拨开咱时间都较无方便，也是咱伫暗时啊，即个出日较无方便，咱会当勇敢行出来，咱做伙来读经，而且要紧的事是一项是祈祷，因为当咱有愿意祈祷，像我今日甲大家分享，咱做基督徒的影响力嘛是爱操练，就是祈祷即项事。所以一项提醒，也是鼓励咱会当做伙来参加拜三的祈祷会。多谢。好，多谢牧师的提醒。接着，咱做伙来用圣诗第635首，关注即义。你正伫地，吟诗煞，等请牧师祝祷，请起立吟全首。咱同心来领受对天来的祝福，愿咱大家得到天父上帝的疼叹。圣囝耶稣基督，伫十字架顶牺牲救赎的恩典，圣神上帝不时甲阮三甲伫地，对即碟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入倒闭会。